詞語一，逗留，逗留。二，突破，突破。三，實現，實現。四，輻射，輻射。五，返回，返回。六，預定，預定。七，漫步，漫步。八，顯著，顯著。九，裝載，裝載。十，鍥而不捨，鍥而不捨。第12課課文第2段。黃鼠狼一踏入谷倉，頓時雙眼發光，雀躍萬分，開引號，哈！老天太優待我了！這滿滿一谷倉的糧食，一輩子都吃不完，我以後還用得着到處找食物嗎？山引號，他得意地說，黃鼠狼一直留在谷倉裡，每天盡情大吃大喝，吃飽了便睡，睡足了又吃，日子過得安樂極了，第3段。黃鼠狼快活得連日子都忘記計算了，也許過了1-2個星期，也許更長吧，本來瘦弱的黃鼠狼，現在練圓腰壯，大腿粗了一圈，身體變得非常笨重，